伊一直拢无想要麻烦别人，家己走来病院开刀。伊咧开刀进前常常互我看伊的手机呢，手机内面拢是你的相片。我咧想啦，你咧伊的心目中一定是一个足重要的人。毋过可惜啦，伊自从开刀了后到即马拢魂迷不清。你讲你要去阿根廷，无去，都已经有够过分啦！倒提车无车个，搁较过分。你毋是讲要甲我跳探戈？我即马人来，你紧起来哦！无要一个人跳哦！你安尼甲人逼甲气笑，我真正禁袂落。你起来讲一个笑亏话，互我听好无？若无想要讲笑亏，无你讲夭寿话嘛用气。无你无想要讲夭寿，无你念歌嘛？你无想要念歌，无你目睭你这个，你手指头当这个，无你放这屁嘛好嘛？